唔好搞啊！救命啊！救命啊！整親你啊！整親你啊！救命啊！你住我冇嘢噶，我撞咁行入去啊！我冇撞到人啊！佢無啦啦，我冇撞到人啊！佢無啦啦攞埋嚟。喂，你住我。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郁兄弟。咁啊，頭先睇咗出新聞啦，就覺得個內容係非常之搞笑嘅。咁啊，見到一個途中一個藝人啦，周永恒咁啊，俾差佬捉咗。咁啊，事緣啦，佢踩住個風火輪就走去送外賣。哇！咁佢真係幾折墮喎，40歲人聲銅無膽，不特止，仲要衰到要折墮到要做外賣師。咁其實咧，我自己本人咧就絕對唔會鄙視外賣呢一個工作嘅，因為我自己都做緊，之前仲拍過片俾大家睇添。咁啊，亦都唔介意喺度同大家講嘅，其實冇所謂嘅，揾食嘅嘢。咁啊，佢今次咧就踩個風火輪啦，因為屬於係電動嘅載具嚟啊嘛，法例上唔容許啊嘛。跟住隔離又有差佬咧去埋伏佢，咁啊佢又唔好彩啦。即刻食到正一正，咁啊俾啲幾個警察啦，咁啊撳住喺地下啦。不過其實我覺得即係警察執法都唔需要撳人哋喺地下啊，佢又唔係話即係打你哋啊，又冇做過啲咩啊。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始終我可能啦，即係做開外賣啦，咁就即係自己都想為一啲外賣師啊講下啲好説話嘅。畢竟始終都係心同感受啊嘛。咁其實咧，用電動嘅載具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嘅。不過香港政府就真係不近人情啦。咁啊話要拉咗之後咧，又話要留人哋案底啊，又要罰錢啊。咁其實我自己就咁睇啦，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你只要咧唔撞到人嘅情況下啦，咁啊〜相關嘅執法部門啦，例如警察啊，咁見到有人啊揸住部電雞啊，又或者係即係風火輪啊，咁其實如果真係唔撞到人嘅，亦都守一個交通嘅規例嘅，咁其實我覺得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因為畢竟大家都係揾食啫嘛。咁老實講啊，有邊個其實想做外賣啊？佢哋做得外賣，甚至乎冒住日曬雨淋做10幾個鐘嘅，咁都只不過係為揾兩餐，即係想養家。咁其實無謂即係咁搞人啦，係咪先？真係，我覺得只要唔過分嘅，咁其實，隻眼開隻眼閉咪算咯。唔通拉咗人留人哋案底，你自己就好開心咩？即係唔係咁樣噶嘛？攞工都唔係咁攞啊！你應該咧緝捕一啲咧大毒梟啊，一啲販毒啊，一啲強姦犯啊，一啲罪大惡極嘅人啊嘛，嗰啲先係警察你哋要做嘅事啊嘛，而唔係即係捉住啲小市民一啲咧其實咧應該係合法嘅嘢你又走去即係當違法咁樣捉，係咪先？雖然法律上係咁解啊，即係香港政府真係不近人情啊。咁其實俾多少少機會一啲小市民賺多少少錢咧，其實係咪真係咁過分咧？係嘛？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只要你撞到人嗰個刑罰重啲咁咪得咯。咁唔一定要真係要限制人哋使用電動載具㗎嘛，係咪先？即係一個問題，我覺得咧值得咧大家去反思嘅。咁唔知大家又覺得啱唔啱咧？咁身為外賣員嘅其中一個啦，咁我自己又咁諗嘅。咁希望大家都喺評論區嗰度留個言 inbox 我，咁評論下呢件事啊。好，呢條片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